新北市有一个查某人哦，伊路卡入去捷运站，伊无坐车，就伫捷运站内底甲朋友开讲，讲1点钟。出站的时阵，佮防收40块，伊真不满，就去理论，佮讲要去报案。也毋过台北捷运是表示讲，伫同一站哦，上济只会当点15分钟，违反规定哦，除了上低票价，佮要加收20块。路口入站坐捷运正方便，不过台北捷运有一项站内条款，就连普通时定下坐捷运的乘客拢无啥知影。竟然有民众因为伫咧站内时间点伤久，遭到挺发性扣款。新北市有一位女性，暗时路口入去台北捷运的南山府中站了，无坐车，时间出来人伫咧开讲，讲点外钟，无想到讲出站时阵被加收费用总共40块。伊感觉真无合理，找站务员理论，甚至讲要报警。15分钟时间应该是太长了，为什么他要在站里面15分钟呢？我觉得没有，应该是不要扣啦。但是1个小时，我觉得应该要扣，比较对，因为有的人在这边聊天也会影响别人的安宁啊。原来台北捷运有规定讲，伫同一个站内面不应该停留超过15分钟，无共站是2点钟。那超过就要扣20块，而且是算便的。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民众利用进入捷运站，再搭乘这个捷运到其他站，但因为没有出站，就再返回同一个车站。在这种状况之下面，虽然有使用到我们捷运的这些讯送，可是呢，实际上却没有支付相当的对价，因此造成了不当得利。嘛是台北捷运就连代替要站内限时的规定，旅客爱伫咧到你到的所在了10分钟内就要出站。那么将会依照复兴号至少的里程票价来收费，一人加收15块。所以提醒民众爱注意时间，才袂互人扣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